嗱，你有冇試過咧為你嘅伴侶做咗好多你認為愛對方嘅嘢啦，為佢付出嘅時候啦，佢係完全咧唔領情或者感受唔到你嘅愛嘅？嗱，如果有咧，今日呢條片你就要睇到尾啦。嗱，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一種愛嘅語言。嗱，愛嘅語言咧分為5種嘅。第一種就係肯定嘅言辭，第二種係身體的接觸，第三就係精心嘅時間，第四係貼心嘅禮物，第五咧就係服務嘅行動。嗱，只要你知道對方愛嘅語言係邊一種，日後咧我哋就唔需要做得多噶啦，做得中就夠噶啦。嗱，舉個例子啦，我曾經有一對夫婦嘅學生咧，佢老公就係好中意咧成日搭老婆嘅膊頭啊，或者拖住老婆隻手啊，咁佢老婆咧就會同佢講一句死開啦咁樣喎。咁啊，其實個老公好冇癮嘅。咁啊，後嚟咧佢哋就上咗我哋家庭關係學院嘅課程之後咧，佢就終於明白，原來佢太太正正愛嘅語言咧係服務嘅行動。嗱，咁從此咧佢只係需要為佢老婆喺背後為佢服務。啊，例如咧幫佢間中洗下碗啦，會刻意接下佢放工啦等等。啊，原來咧只係需要做中老婆嘅心意咧，老婆反而係咁樣更加感受到佢嘅愛嘅。咁所以啦，知道對方愛嘅語言嘅威力咧係可以好大好大嘅。啊，直接就係改善到夫妻相處嘅問題㗎啦。咁如果調翻轉，你唔知道對方愛嘅語言又點樣做好呢？留言俾我，下一次再講你哋知。下一集見。